喺屋企買咗部嗰啲氧氣機咧，就要間唔中要吸下。咁出街咧，我要帶剩一樽呢啲咁嘅輕便嘅氧氣筒。咁喺平時嘅服務上面咧，都會接觸到唔同嘅慢阻肺病嘅病友啦，都會見到咧有唔少咧需要成日出入醫院嘅。如果當一啲嚴重嘅症狀發生啦，開始越嚟越喘啦，又或者有啲咳血啊嘅情況咧，就更加需要及早求醫。喺2015年就我跑馬拉松咧，以前咧就係時間係好短嘅，拉尾咧就係15年嗰年咧就跑完啱啱好2個鐘頭嗰個 limit 裏邊。咁我覺得即係點解上一次又舊年跑得咁好，今年跑得唔好咧咁？咁我賴咗咧係缺練啊，拉尾覺得唔對勁咧，就走去睇醫生。原來即係確診咗係呢一個慢肺阻，辛苦到幾乎差唔多即係窒息嘅。最初就唔係點覺得，但係後尾諗落咧，如果係繼續係咁氣喘都仲繼續行嘅話咧，好可能斷氣嘅。其實慢阻性肺病啦，係香港10大殺手病之一嚟嘅。根據衛生署嘅數據顯示咧，喺2017年嘅數據顯示，每年嘅死亡率因為慢阻性肺病咧係超過1200人嘅，係佔咗死亡登記嘅數目嘅2.7%。其實佢本身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長期吸入一啲煙啦、食煙啦，或者工作上好多所謂污染物啦，導致個氣管受損，咁就造成咗一啲不可逆轉嘅傷害。咁個病人嘅症狀咧，通常就會出現咗氣喘啦、咳啦。啲咳咧就唔係普通嘅咳啦，其實係有痰嘅佢哋咳。咁慢慢咧，佢會個氣喘係會慢慢惡化啦，慢慢就會開始發覺自己做唔到一啲自己平時應該做到嘅嘢。喺屋企買咗部嗰啲氧氣機咧，就要間唔中要吸下。咁出街咧，我要帶剩一樽呢啲咁嘅輕便嘅氧氣筒。有必要時就吸下氧氣咁樣，就舒緩嗰個唔舒服嘅感覺。如果我喺屋企坐喺度咧，完全係冇事嘅，做咩都得，直情係普通人一樣嘅。嗱，好似我而家咁樣，好舒服嘅。但係一起身行咧，行入房喺房行翻出廳，咁就錯氣。但係一行3分鐘到就要停。如果唔係咧，即係好辛苦。如果繼續行咧，可能要瞓低、累低。後生嗰陣時又多活動啦，又打網球，又游水，又跑步咁樣。到年紀翻咁上緊咧，就打太極。到而家咧唔得。完全係冇晒咁嘅心機，同埋冇咁嘅氣力，打太極慢動作都唔得。瞓覺就唔瞓得㗎，因為索住氣啦。雖然係瞓低，但係一瞓低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嘢壓住個心咁，就唔係點舒服。其實咧，慢阻性肺病嘅早期症狀咧，都係咳啦，同埋有痰嘅。咁佢慢慢咧就有少少力不從心啦，開始條氣有啲喘啦。咁如果個患者其實佢係喺一啲密閉空間，即係大煙塵嘅地方工作啦，或者佢係一個煙民嘅話咧，咁佢更加值得留意，要早啲睇醫生。咁當然啦，如果當一啲嚴重嘅症狀發生啦，開始越嚟越喘啦，又或者有啲咳血啊嘅情況咧，就更加需要及早求醫，令至到個病情唔好惡化咯。個病人咧，如果唔能夠及早去求醫治療嘅話咧，佢個肺功能咧係會隨着佢嘅年紀啦、時間慢慢惡化。咁佢可能會工作上啊，或者日常生活上啦，開始感到力不從心啦，做唔到自己往日好輕而易舉做到嘅嘢。咁病人就會痛苦啦，同埋屋企人亦都會因此而受害嘅，因為佢亦都要幫助個病人好多起居嘅嘢啊。
如果佢更加嚴重嘅話咧，呢個病嘅特點係乜嘢咧？就係好容易會發作，咁不停會入院，唔單止對個病人屋企人嘅 burden 啦，即係嗰個所謂負擔啦，亦都係會對醫護啊、醫院咧造成一個好沉重嘅負擔嘅，因為呢個病最主要咧係會令啲病人時常因為發作而入院嘅。其實咧，我哋喺診斷上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喺一啲病人有嗰啲症狀出現啦，咳啊、長期咳嗽啊、有痰啊，同埋氣喘嘅情況咧，咁我哋懷疑嗰個病人係有呢個病嘅時候咧，個斷症方法咧，通常係做一個叫做肺功能測試，係睇下嗰個病人嗰個肺阻塞有幾嚴重。嗱，呢個肺功能測試咧係可以斷症呢個人係有慢性支氣管炎或者係慢阻性肺病嘅。佢同時間咧，亦都可以俾我哋醫生知道咧，佢嗰個病有幾嚴重，個阻塞性有幾嚴重。因為肺功能係可以將呢啲疾病分為4期嘅，咁最輕微嘅就第1期嘅阻塞啦，到最嚴重嘅第4期阻塞。我太太有白金遜症病，咁所以即係我都要花時間去照顧佢啦。因為我覺得有陣時呼吸嗰陣，如果自己唔去忍住或者停止，繼續做一啲嘢或者繼續行，係會分分鐘累低嘅，分分鐘暈低。咁我諗住我可能會早走過去。只要我都就同太太講過，就係生老病死呢個4個規律就冇得避嘅，個個人都要遇到。就叫佢而家開始熟習下，冇咗我嘅時候，自己點樣生活。咁我覺得舊年2月入醫院12日啦，我就啱啱趁呢個機會，你諗住啦，你就諗下我唔喺度嘅時候，你自己點生活？咁我話啲仔女會嚟陪你嘅，咁我叫佢樂觀啲面對咯。個個人都有個咁嘅日子嘅。其實咧，我哋總括將治療咧係分為非藥物性同埋藥物性嘅治療嘅。非藥物性嘅治療咧都相當重要嘅，尤其是戒煙啦嚇。咁就適當嘅運動啦，同埋你可以當呢個每年打嗰啲所謂嗰啲流感針啊、疫苗咧，亦都係一種非藥物性嘅治療，幫助嗰個慢阻性肺病減少個發作嘅。咁慢阻性肺病同其他慢性病有少少唔同嘅咧，就係佢主要嘅治療都藥物上咧就唔係用口服藥物嘅，係用一啲吸入性嘅藥物嘅。咁所以病人除咗要適時用藥之外咧，亦都要識得點樣去吸入嗰啲藥嘅。咁所以需要一定嘅教育啊，各樣嘢啦。咁另外咧係有一啲新嘅藥物咧，喺2025年咧係已經納入咗黃金指引裏邊嘅，喺呢個慢阻性肺病就係一啲所謂生物製劑嘅藥，佢係對一啲有異型發炎炎症嘅慢阻性肺病嘅病人咧係有顯著嘅療效嘅，係減低發作啦同埋病情惡化嘅情況嘅。咁喺平時嘅服務上面咧，都會接觸到唔同嘅慢阻肺病嘅病友啦，都會見到咧有唔少咧需要成日出入醫院嘅，包括可能因為急性發作要去急症室啦，又或者咧需要長期住院嘅。咁其實呢樣咧都會對於個醫療系統咧造成一定嘅負擔。咁就希望3個層面可以幫助到慢性阻塞肺病嘅病人個狀況啦。第一個層面咧就係有更好嘅藥物治療啦，包括咧就係可以改善到佢哋嘅肺功能，減少佢哋嘅急性發作，同埋咧就改善佢哋嘅生活質素啦。而第二個層面咧就希望會有更加多嘅活動，或者係啲工作坊，等嗰啲病患者咧可以走出社區嘅。第3個層面，希望政府能夠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去幫助慢阻肺病嘅患者同埋照顧者，同時令到公眾人士更加了解同重視慢阻肺病嘅。咁我哋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咧，其實都有提供一系列嘅服務，去幫助我哋慢阻肺病嘅患者同埋照顧者。服務包括有個別化嘅健康管理服務啦、心理及情緒支援，以及唔同種類嘅活動，去幫助佢哋走出社區。其實咧，慢阻性肺病係
一種慢性長期嘅病患啦，病人係一個好主要嘅合作伙伴嚟嘅。其實病人係需要自己做返自己嗰一部分，尤其是需要戒煙啦。要每一年或者需要嘅時間去接受呢個疫苗注射啦，準時咁樣去做運動啦。醫護方面咧，佢哋就應該要遵從醫生護士嘅教導去用藥，尤其是嗰啲吸入性藥物啦，同埋觀察啦，有問題亦都可以話俾醫生聽跟進嘅。最後咧，知道嘅一點重要嘅咧就係做晒以上嘅嘢，如果都唔掂，終歸都係有發作嘅情況，氣促多咗啊，咳嗽多咗，喘搞唔掂咧，都係要尋求醫護人員嘅幫助，盡量俾正確嘅治療俾病人㗎。